过年时啊，清囤了后，有人会想讲要一盆栽倒来厝邻菜。即马就有专家建议讲，年节的时阵，亲像是往来花甲花石顶顶，这种红色的色水，毋但看到是真喜气，嘛有净化空气的功能。而且叶啊，若是愈大片，表面看到愈粗，净化空气的效果就会愈好。 迎接新年，布置空间，真侪人会伫厝邻放挂食物，求一个新气象。花市嘛出现人潮。台北建国花市表示，民众来到这，大多数拢会以色水、食物的意象为目标。一般都是咱的往来花，迄个蝴蝶兰、蝴蝶啊，甲迄个银柳啊，百合花之类安尼。往来花一般放啊厝内，就是较有一个旺的意思啦。 蝴蝶兰一般因为是一个较喜庆的物件，所以红可能就是大红大紫吧，较富贵。花草放厝内有学问，园艺老师讲，厝内空气污染物除了营养以外，阁有二氧化碳甲室内装潢的挥发气。往来花、花鹤也是秋海棠等等的食物，毋但有黏味，嘛有净化空气的功能，会当放伫较通光的所在。火鹤、观赏凤梨。 还有一些会开花的海棠类的植物，大概都需要大概至少是明亮的窗户的状况，它才会长得比较好。非洲菊等等的，它可能甚至是要就是比较靠南向的这样的窗户，就是它的日照的时间或者强度再更强一点，它才能有办法忍受室内的环境。 室内布置换新，专家建议一项原则：叶啊愈大片，叶面愈粗的，空气净化的效果愈好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